成大台本系有针对外国学生开一门台语初级会话课程，这课程唔那是教基本的台语对话，佮互学生透过演戏方式运用因所学到物件。啊，那台本系教授就讲，主要的关键就是用罗马字来教学，佮再配合这生活化主题，学生安尼先就当学个正紧。你讲探社会啊？你是老板灯呢？美国、日本的学生用台语咧演平常时会拄到的情景，八无共国家的学生轮流上台，互大家看甲笑嗨嗨。成功大学台本系针对国外学生学台语，开设初级会话课程，唔干那学基本对话，佮是坐互因搬起来练习。学生拢感觉上课足深涩。张伟文教授讲，用罗马字参生活化主题来教学，学生加较上手，嘛学较紧。用台语的演绎好说。就是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学中文，我比较喜欢学台语。就是我觉得台语比中文重要，我觉得台语比较美丽的语言，就是比较，因为台语是一个生活的语言。这个用罗马字对外国学生来讲是加足简单的啊，包括像讲美国的学生啊，像其他外国学生哈，印尼、马来西亚，因啲学生拢加足紧的。而课本的内容佫无够，学校参文化局合作，甲社区的特色带伫校园。不论是林北西港满的采收，甲讲满的文化，也是社区时代提东山经营，对西藏经营树茶到制造技师做小介，嘛互因动手体验。对背景歌较早其实阮安怎在经营歌的方式，啊，搁来提供要甲大细粒分开的台的部分。社区遮今仔日参像这遐尼济吼，有迄零经啊啦、模啊啦吼啊、头毛店安尼吼，所以这做生活化物件，因会当伫遮校园内底就建设着咱的社区的文化。课程参在的社区结合，互学生了解无共国家的文化。文化局表示，未来嘛计划结合其他社区，要互更加侪所在人文风情，通互正人看到，嘛甲台湾的文化推向国际去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